台南县市合并进程，一个乡镇拢有一个游泳池，即马人事成本高，加上爱维修秩序，游泳池真好经营。真样亲像这新市游泳池招标到当时也未成，找无人来接。咱若讲到这鲜花区游泳池，是一年爱了300多万。 气温热热，袂少人会选择去游泳透心凉。热天本正是游泳池的大火，不过这阵内底煞无半个人。这是台南新市公立游泳池，到今找无人来接手继续经营。游泳池无度营业，主要因为有业者认为人事费用爱提悬，若无够成本。今年到今已经流标3摆，开放游泳池的时间嘛只好对咧前。我还在期待，对啊，因为在对面而已，会注意到它开了没。奥扣有3人份，那个卡还没用完啊，防疫时间停止嘛，停止到现在都好像没有在用了，这很可惜啊。无家人拢嘛来游泳啊。往年大概都3万3左右了哈。 那今年我们调到3万以上了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协助这个游泳池的活化，一定要标得出去啊！没有安全的设施，我们也不敢开放。港湾市公立的游泳池，生化区经营商嘛介硬到，这个游泳池经过2档的整修，去年打开放，真侪民众话声，敢袂当加开放透早时段。生化区长讲，因5个救生员咧轮班，人工无够，加上因收入干那靠门票甲发袂补尔，佮定爱支出设备维护的钱项，费用根本。 拍袂平，扣除收入，公所一档爱了300多万。先维持安尼啦，大家来研究看卖。不是佢哋讲，你无法度兼顾早上跟晚上啊，除非是这个救生员会当增加，一档啊爱了330几万啊。 你若讲增加人员，我看了佫较济啦。台南这公立的游泳池一营业等于提钱咧烧，即阵水电嘛起价，游泳池受到真大冲击。去年才重新打造的台南市的游泳池，业者嘛砍袂掉，按算要调整室外票的计数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